會司儀黃俊陽 Daniel， 我係楊威 Angel， 歡迎各位嚟臨參加香港江門五一僑聯聯誼總會第6屆及香港江門五一同鄉聯誼總會第24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藉此機會，讓我哋介紹今晚大會嘅主禮嘉賓以及主禮台上嘅各級領導。香港江門五一僑聯聯誼總會及香港江門五一同鄉聯誼總會嘅主要首長。首先，國內嘅領導有廣東省僑聯黨組成員、副主席鍾日升先生，江門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梁紅武女士。江門市僑聯黨組書記主席林春輝女士，鳳崗區委常委兼統戰部部長梁海標先生，五一大學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莫樹培先生，台山市政協副主席蔡柏芝先生，台山市僑聯黨組書記主席陳達旋先生，開平市僑聯黨組書記吳振威先生，岳山市僑聯黨組書記主席李家傑先生，恩平市僑聯黨組書記主席黎欣凡先生，鳳崗區委統戰部副部長、鳳崗區僑聯副主席馮坤先生，新會區僑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譚錦芳女士，江海區僑聯專職副主席馬立勝先生，江門市文旅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馮建文女士，江門僑青會理事長楊學東先生。香港主禮嘉賓有中聯辦新界工作部處長郭炳斌先生，立法會議員李振強 BBS JP， 梁文廣 MH， 楊永傑先生，席潔玲女士，區議員楊子希先生 BBS MH， 盧婉婷 MH， 蔡少峰 MH， 馮慕君女士，林博先生，劉婉燕女士，香港道院同鄉會主席及北京廣東五一僑鄉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葉韻妮女士，香港五一工商總會理事長陳子強先生，九龍總商會理事長梁金堂先生，僑港五事宗親會首席會長伍鴻森先生，香港皇族宗親會理事長黃樹斌先生，香港江門同鄉會理事長周炳順先生，香港葉氏宗親總會首席會長葉士傑先生。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各位嘅蒞臨指導。最後介紹香港江門五一僑聯聯誼總會及香港江門五一同鄉聯誼總會主要首長，包括有理事長伍偉圖先生、
首席會長歐陽永先生，籌委會主席兼監事長袁寶儀博士，秘書長黃振國先生，常務副理事長盧偉標先生，副理事長伍志華先生，副監事長伍海山 MH， 雷丹霞女士，張曼娣女士，鄭先平女士，關仲成先生，殷瑞滿先生，以及會長洪明霞女士、楊麗女士、胡景鵬先生，同埋當屆榮譽會長譚國亮先生。喺呢個時候，我哋會進行一個莊嚴而隆重嘅奏國歌儀式。